欢迎收听8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撒母耳记上20章1到29节，继续这就是他的主题。上主拣选大卫，从这句话开始，他预备大卫要成为一位君王。而在这过程当中呢，真的是经历了高山低谷。然而今天的经文却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尊主的约拿单和大卫，你有一起寻求信仰的朋友，甚至是属灵伙伴吗？我们今天要来 RPG 的经文特别提醒我们，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你不要像少年人意气用事，要跟那些心地纯洁祈求主帮助的人一同追求正义、信心、爱心与和平。在今天的经文中20章的1到29节，我们会看见大卫之所以能够在这些挑战跟困难当中度过，很重要的是他有一个跟他一样尊主为大的属灵伙伴，这个人就是约拿单。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面对到的是一个生死之际啊，但是因着有一位帮助他、爱他，甚至跟他在上主面前一起立约的约拿单，他的生命就度过了这个难关。有一个道上的弟兄，他向跟他传福音的人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们圣经里面说的这个所罗门，我们知道后来他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被称为最有智慧的人。他借着上帝知道很多智慧，但是人为什么有了智慧还会做愚蠢的事？这位道上弟兄挑战传福音给他的朋友。这位道上弟兄当时很年轻哦，大概国高中的这个年纪。他的这个朋友呢，其实是忘年之交啊，大他很多岁。因着这个朋友传福音给他，然后他发现这个朋友很特别，我怎样挑战他、挑衅他，甚至有点羞辱他，他仍然要跟我传福音。他看见这位朋友他爱主的言行，陪伴他在他过去生命很混乱没有盼望的时候，他渐渐的从专注负面在原生家庭在这个道上生活，转而被他所传的福音深深的吸引，甚至常常讨论生命的议题、生命的需要，到忘了时间，到很晚的时间。然而就在他自己的心房渐渐要敞开的时候，这个朋友竟然就在他所在的地方的附近被人杀害，而他感觉到不对，走到路上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朋友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就在这样的一个危急之际，这个朋友告诉他的最后一段话，仍然是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相信上主，能够亲近教会，更希望的是他可以退出帮派，不要寻仇。面对一位将死之人，如果是你会怎么决定呢？我们都知道其实要退出帮派，可能在他们的帮派里面还有其他的规定，也是要面对生死之际的。然而今天的大卫也面对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危险，而这位属灵伙伴约拿单跟他如何做出有智慧的决定。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扫罗原来被约拿单讲述了不应该要杀害大卫的这些原因之后，他答应了。但是过了不久，他又反悔要来杀大卫，所以大卫逃到这个撒母耳所在的拉玛，然后又回到了这个约拿单这里，然后问了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要被你的父亲
来追杀、来杀害呢？约拿单在这里还一头雾水说，不会吧，我已经跟我爸爸说过了，怎么今天又再一次要杀害你呢？大卫却在这个地方说，你父亲明明知道你对我那么好，如果他要杀害我，他才不会告诉你呢。约拿单就在这个时候告诉他说，没有，你要我做什么，我绝不推辞。如果我的父亲要杀你，我一定会让你知道。就在这个对话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约拿单在这个时候其实贵为王子，他是扫罗的儿子，也理当是他接下来的继承人。但是在这段经文让人觉得很了不起，或者是说很让人敬佩的是，这位约拿单他跟大卫，他们跟我们想象的这个王子跟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太一样。因为这位约拿单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会看见他其实是一个心胸很宽大的人。心胸之所以宽大呢，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从11节开始一直往下看，我们会看到约拿单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如果这个上主他与你同在，就像他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上主拣选了扫罗做王，而他就与扫罗同在。如今大卫他被膏立，如果真的就像上主他的这个决定一样的话，愿我们两位之间，约拿单跟大卫之间能够忠诚相待。这个意思就是，其实约拿单他没有自己一直在想自己的利益，在想自己家庭家族的这些利益，他是在想，如果真的是这位上主拣选大卫的话，他希望他自己的生命、大卫的生命、他们家族的生命，因着两位他们一起尊主为大，在主里面立约的这个关系，使他们不论谁做王，未来他们都来保护、来照顾对方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他不仅是有能力他还有胸襟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这对比扫罗的生命真的是有很多费解的地方。这也让我们想到，在大卫后来当王的时候，而扫罗跟约拿单他们真的死在战场上。大卫做王之后，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他真的善待这个米非波设，而且这个米非波设呢，他好像生来就是有残疾的人。大卫善待他，照顾他，如同他今天在这里跟约拿单所做的约定。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真的是会遇到困难跟挑战，甚至我们的过往，如同刚刚讲的那个见证，这位道上弟兄，他遇见自己家庭里面极大的苦难，因为他的父亲不仅是家暴他的母亲，更是家暴他们一家人，连他的阿公他都家暴。然后呢，因着自己心里的不顺遂，后来竟然是自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这对这位道上弟兄来说，真的是心里面很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希望有父亲的关爱，一方面又非常的愤怒于父亲的作为。然而在一位带领他信主，并且常常陪伴他，与他一起来寻求信仰的朋友的生命中，虽然这位朋友后来没有长久陪伴，却是在他信仰道路上非常重要的属灵伙伴。约拿单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陪在大卫身边，然而约拿单他在这一开始大卫要被兴起的时候，却成为非常重要的属灵伙伴。他不仅自己是尊主为大，他也让大卫来经历到他尊主为大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世代
来成为别人的属灵伙伴，也盼望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属灵伙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提醒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常常都是因为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有人陪伴，有人提醒，甚至有人教导我们，我们才在这个信仰的路程中不断的成长。主啊，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成为在信仰群体中一位尊主伟大的属灵伙伴，也恳求主你赏赐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在信仰的道路当中，彼此要成为这个属灵伙伴，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讲的 RPG 小组，2-3个人的祷告，小组的祷告，使我们的生命是以你为中心，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中心，来寻求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信仰群体。如同今天我们看到的约拿单和大卫，他们尊主为大，寻求你的心意为事。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又有这样的信心跟眼光，也求主来扶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使我们在信仰中不是孤单前行，而是团队服侍，与我们同行，与主你来同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今天跟你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愿这位上主为你预备一位属灵伙伴，一起在信仰中来寻求尊主为大。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